就怪自己太害怕講話，説謊到口震，做我自己太易會得罪。塑膠的複製人，對不起我想忍，卻不敢不對事對人。若靠自己判斷，我好壞，怕有失公允，但覺自己太易對不住某處境的某人。內疚得很，自責得深，如何可不顧人請指引？人難道須怕善欺惡才可長個人？難幻想愛能感化恨，誰拿着一世平安去行賄好人？扮演壞人不敢，若我自己背叛我的話，我怎麼敢瞓？若我自己也恨我的話，再怎麼敢見人？赤子心重幾斤，如存貨可變賣都吸引。人難道須怕善欺惡才可長個人？難在所有事都上心，誰拿着一世平安去行賄好人？扮演壞人嬉狗，誰曾被手抱後都有抱負？先似人，誰曾落得輕鬆變壞人？人越想美善，想到太多，所以想不聞不問。面對靈魂一拷問，令我只敢做好人。